伫金门的东定岛附近海峡17早起有发现2只中国船烧落，其中有1只沉去，目前还有3个人失踪，咱台湾嘛有赶紧倒找。代志才发生无偌久尔，17、18这2天，中国是搁继续在实施巡航执法，但海巡是证实过有3只中国公务船捌跨过海峡中线，也毋过无入来咱的限制水域，咱嘛有专程监控。你已经进入中华民国禁限制水域，严重破坏区域和平稳定，影响海上安全交通秩序，请你立即转向驶离。巡航艇1对1并行监控中国海警船。中国福贵休息伫16中昼结束，海巡伫金门南方海峡侦获4只中国海警船驶入咱国禁限制水域时出动巡航艇应对驱离。金门附近海峡同时也出现大量中国渔船。从零于8勾中6已违法进入中华民国限制水域，马上转向驶离。虽然海巡强烈执法，也毋过17透早传出广东线尾籍船只甲福建籍渔船伫东定岛附近海峡烧龙，造成福建籍渔船沉船，3人获救，1人死亡，3个人下落不明。咱国海巡联合现场，中国所救船同齐扩大搜救，也毋过对方也宣布，伫17、18实施巡航执法，讲要到台湾海峡中部以东2海里范围内，向南边到台湾前部。海巡署将持续与友军运用联合勤监侦手段，密切掌握周边海域目标，监控大陆公务船海上动态。海巡证实3只中国公务船捌伫占驶过海峡中线3.2海里，也毋过毋捌进入咱国禁限制水域，拢有专程监控。学者分析，北京最近定利用执法，也是定事件名义污染咱国伫台海主权，想要推动法律战。他们会利用各种事件的方式去推展他们自己的这个就是治理的范围，去否定台湾本来的主权，然后去把它强行向前推进，然后来看看台湾或者是盟国这边西方盟国的反应。国防部是侦获8架次强机、9架次强舰伫台海4个月活动，其中4架次强机飞过海峡中线。军事会搁较发现强军天宽星电子侦测舰18伫宜兰外海向南航行，推测要征收29名基地飞弹试射的电子参数。台海局势相关，美国杂志发布美日韩台湾也峰会1周年联合声明，佮指出表示努力维持印太和平。赖总统也转发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发文，强调台湾努力守护印太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